即摆大人囡仔拢规工咧看手机啊，桃园有议员就建议市政府参考欧美国家来定自治条例，限制7岁以下囡仔袂当使用手机，唔免定罚则。教育局是表示讲，因会先选几间国中、国校啊来试办看卖的。现代人真无闲，幼囡仔的时阵用手机互看，真做普遍的现象。有的囡仔看手机会看较调咧，安尼可能会造成精神疾病、视网膜剥离、暴力倾向等等的问题。桃园市议员苏翠玲伫议会质询的时阵，建议市府参考欧美国家的管控政策，大兴全国定出自治条例，限制7岁以下囡仔使用手机啊，毋过袂定罚则，提醒家长爱要意。我们中学生平均每天上网的时间呢，根据最新今年5月份的统计数据啊，每周高达32.2小时，比3年前足足多出了5个小时。主要都是家长把手机给小朋友，让他们不要吵闹这样子。对，所以我觉得，规范是一件事，但是能不能执行才是最重要的。在学习上面，有些人还是会用3C 来做学习。对，所以说如果去限制的太严格的话，有些家长我觉得应该会反弹。议员表示，台湾虽然伫咧儿童甲少年福利甲宽容保障法第43条第1项第5款的规定，儿童甲少年持续使用电子类的产品，袂当超过合理的时间。不过，并无针对合理的时间做规范，希望市府定出应用的对策。会择几间国小、国中、高中各几校作为示范的学校，来进行网络安全的教导，以及教导学生如何正确的使用手机。市长张善政讲，应该爱参考芬兰，前6岁就开始教因正确使用手机啊。嘛，只是教育局、甲卫生局等等的单位，针对学生的行为做调查，伫每年收集完整的资讯，再个研究自治条例搭配，一步一步来执行。记者综合报道。